我講過幾多次，呢個空氣避震漏氣咧係可以維修嘅，唔使換，唔使換。嗱，好似我身後邊嘅呢部奔馳嘅 GL350係08年嘅柴油版，係第一次出現呢個避震漏氣嘅情況。咁大家一聽係咪覺得行咗16年先出現漏氣嘅情況？咁但係實際上咧，呢部車16年都只係行咗15萬公里。因此個空氣避震咧，一般行到5年以上或者係10萬公里左右，就好容易會出現種漏氣嘅情況啦。點解呢？就係因為呢個空氣避震嘅呢個氣包，由於時間長老化，咁同埋行駛嘅里程比較多嘅情況之下，不斷摩擦，裏邊嘅一啲微細嘅沙粒咧就會硬穿佢，慢慢咧呢個避震氣包就會開裂漏氣。空氣避震漏氣，我已經講咗好多次，係唔需要整條總成更換嘅，只需要將佢避震解體，將損壞咗嘅呢個氣包更換就可以解決問題。費用咧只需要更換避震總成嘅1/10。空氣避震出現漏氣咧，大家千祈唔好掉以輕心，因為喺開高速嘅途中，如果突然間爆避震嘅話，呢個係相當之危險嘅。再其次，如果你冇去及時解決呢個漏氣嘅問題，開下避震趴低，要搞到拖車都係相當之麻煩。我係維修奔馳25年嘅彭 Sir，幫你慳錢整 Benz。